网友寄来的遥控器，他讲已经没有办法买到同款的遥控器，所以让我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修好。拆开来看看什么问题。电池接点断掉了，这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能是跌过很多次。按键没问题，帮它飞线接回去。手术成功，接下来把电池接点换掉，换上一条很长的电池接点。使用的时候有一点风险，所以好像个老太婆这样，一直提醒网友千万别装反电池，最少都跟他重复了3遍。OK， 弄好了，装电池试一试。搞定。